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！啊，我的意思是讲，我知，我一寡文言词拢互你摕去用了啊！好啦，你的意思我了解啦，我出100万啦。若有人会当找到文英吼，我就赏伊100万。真好诶！放心吧，那安尼我嘛要叫阮阿爸捐100万。安尼哦，安尼得哦，大新婆啊，啊恁拢遮慷慨安尼？哎呦，哪有啦？啊对，囡仔咧？啊囡仔，咱有上这条身躯啊啦。啊，家己洗身躯。是啊。唔通，手讲啊，你去倒看卖咧。无你来看卖。你透动诶。啊。啊，你目睭吼，去用药啊糊糊咧吼，啊用早休困，咱明仔载要过来找人。好，好啦，哥哥咧，好啦。我你来啊。我昨要去找人哦。啊，你讲我昨较早来找恁呢？啊，你要过来哦？是啊。当然啦，你明仔载爱上班呢。上班哦，啊免啦，找人较要紧，找什么班？你今仔日无去上班，佫无共载货，卫生纸佫话你用10外箱。啊对啦，遐卫生纸看偌济钱吼，我甲你算算咧。免啦，我是看恁投这热心，唔知来斗3工的。啊，而且讲起来，阿坤嘛是我好朋友，我来使无管。当然啦，遐卫生纸袂少钱呢。阿无啊，你咧搞浪去，你可能大金盘100万都拢出啦，啊我要算啥？啊，你是讲我出袂起？唔是啦，我的意思吼是伫咧讲吼。安啦，无问题啦。东元，你是来足熬的呢，从早起出去送货，送到下晡下班你才回来。那安尼，今仔日公司订单一定是足济啊。这啥物？咱已经打电话来讲啊，人今仔订货，根本就无人甲送到。公司一款信用，拢叫人拍歹去，你知影无？咱这问题，遐货到底送去倒？啊，我来送去迄落，送去。你讲啊！东元，你的品质是袂歹，还咧拍查某，还咧跋筊，你到底是安怎？无爱送货，咱就问，遐货到底送去倒？啊，就送去迄落，送去。你讲啊！你若唔讲，明仔载我就甲你死头路。哈，死头路，做个卖啦，我讲啦，啊我货就甲送去迄落。讲啊！你讲啊！好啦，我讲啦，啊，对咱的货哦要送去山顶啦，啊，迄山伤过行，咱的货车去载重，啊，我唔知今日条车爬山爬袂起哩，把货搬落来，谁知影？我一个落山的货拢无去啊。搁遐奇，公司的车是新的呢，啥若无法度爬山呢？无啦，毋是啦，我是讲吼，咱的车吼要过溪啦，啊溪水伤悬，会沉去啦。你何袂讲？车的底盘遐尔悬，啥若无法度过溪呢？而且根据我知影，咱今仔送的货根本就无需要要过溪吧？你安怎？你讲啊！你若唔老实讲，明仔载赶死头路。走啦，好啦，好啦，我讲啦，啊，就因为吼，我要帮助阮好朋友找因某啦，啊，毋则一张相片，甲一包名纸，因拢送啦，啊，名纸拢送了去啊，啊，毋则无互人去送。是讲怎个你无看？你若看到恁两个囝哦，咧找因妈妈的情形哦，我相信以你的个性，你嘛斗3工啦。啊，你若做嘛，啊无我的薪水哦，每个月公司扣，向公司好唔好？好啦，啊我考虑一下，安尼啊，明仔载叫恁爸母来。是啊，叫阮爸母来哦，卖若总的，参详的莫叫阮爸母来啦。袂晓你，明仔载若无带恁爸母来，才有上甲你死头路。总的莫安尼参详者。好，莫我讲啊，啊你转去。毋是听讲东华人转来啊？我已经叫伊转去啊。叫伊转去？伊敢无讲伊今仔规工走倒会去？讲什么送货？讲啥送人一包卫生纸，搁加一张相片，甲人斗找妈妈。相片？
叫他摕。啊，要不安尼啊，明仔载我再改摕啊。哦，总经理，啊，这件代志你打算要安怎处理？我就叫伊甲死头路啊！死头咯，安尼唔好啦。东元讲起来，咧公司以向的表现拢袂歹，伊到底会送偌济卫生纸互人？哎，小玲啊，这吼你免烦恼啦，这我来处理就好。唔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看东元伊送过偌济卫生纸，敢袂应算我的？万英，我知影你吼足暖心的，嘛足会关心员工的。这代志我会考虑考虑者。啊，对，阮爸讲后尾要互咱两个结婚，你看哪？你决定就好啊。那咧，我即摆甲阮爸讲。为着我，互公司白白损失遐尼济卫生纸，当我啦，来来，啉一杯，啉一杯。当我啦，哎，当我啦，有听的啦，什么代志啦？我咧叫你啉酒啊！来来，干一杯，干一杯啦。哎，当我啦，当你是安怎啦？啊，你啊规个酒好好拢无啉啦。今仔我叫你啉酒，你敢有心思的款呀？无变成是你若听到烧酒是比什么人走较凶啊？今仔是安那？来来来，我啥物代志哦？你讲我听，咱好啊来啉一下啦。无啦，无代志啦，来啦，啉酒啦。好啦，干一杯，干一杯。啊，对啦，当然啦，我已经甲大新大叫的好势啊。明仔载你过来相当为远，因为遐出入的游客较济啊，要找到阮阿叔的机会就较大，所以讲明仔载卫生纸可能较用处啊，要带到你家宅去想出来。什么啊？你要搁送卫生纸？啊，要搁叫我加载过？是啊，啊是安那？啊，都一言难尽啦。哎，当然啦，这是安怎一言难尽啊？讲来分我听看。都用石头路啦，要搁送卫生纸。啊？你要用石头路啊？吓，啊，等你公司的表现都遐尼好，变哪用石头路？啊，煞毋知影要甲小玲甲小美斗找妈妈。嗯。啊，我交卫生纸使送人代志，阮公司头一定知影啦。啊，阮头家吼，阮怪我吼自作自张啦，啊无甲公司报备，即摆阮头家要甲我石头路。哎呦，当然啦，我都甲你讲过啊，遐卫生纸的钱我要甲你算，你就讲啥物唔免。我是看你投这个心，才甲你斗相共。啊，钱吼是小可大代志尔啦，较严重的吼。哎。就是吼，阮头家吼，阮叫阮爸母一定爱来啦。啊，你也毋是毋知影，阮爸母也知我侵占公司的财务，一定会足失望的。我即嘛毋知要安怎较好。这我啊，你爸啦？是啊，当然啦，咱出去拜托大金伯啊，叫大金伯吼替你想办法。这干嘛？安怎会唔出来？哎呦，当然嘛好啊，咱民主一斤是偌济，行啦。哈，真水的哦！是啊，大金伯啊。哎，当然啦，哦，来，当然啦，你爱斗单一世人叫角啊！好重的，人已经真艰苦啊，你就减讲一句嘛。都是因的口话。当然啦，你的热心助人吼，实在是值得鼓励啦。要毋过咱人吼，只要心意若有够就好，啊，都免勉强你咧。大金伯啊啊，我知我唔对啊。若知影唔对就好啦，无要紧，免烦恼，大金伯甲你斗想办法。想办法咯，我看足困难的啦。阮头家若无看到阮爸母，一定甲我石头路的啊。安尼哦。你哪会安尼啦？等你做些是好代志，看有影无？啊，恁公司免来对你安尼残忍？无要紧，明仔载我代替恁爸母吼出面来去见恁老板。各位亲爱听众朋友，感谢恁这几天热心的帮忙。手表我伫这要甲咱亲爱听众朋友讲一段真正感人的事实。为了要找小美甲小丽的妈妈，伫平南村一张相片。一包卫生纸送予关心这两个囡仔的听众朋友，希望听众朋友若发现到小美、小玲的妈妈，会当甲阮手表来联络，啊
啊，佮有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若是会当提供着陈女士的记录，互小美、小玲来找着因妈妈，关心小美、小玲的社会人士，大进步啊，讲要赏金100万，啊，佮有秀玉因老爸慷慨，讲伊嘛要提出赏金200万，安尼合起来拢总就是有300万的赏金。希望各位热心的听众朋友帮助小美、小玲，赶紧来找着伊的妈妈。阮的服务专线电话是7616-137，7616-137。继续，咱过来听这首非常感动人的《等无人》。虽然歌声是等无人，但是希望透过着听众朋友热心的祝福，互小美、小玲会当来等着伊的妈妈，找着伊的妈妈。海风笑我是工人，海鸟唱我空等。妈妈，爸爸今晚来让我袂等啊。妈妈，爸爸是毋是搁去找迄个派阿姨啊？小美，今日人某袂讲的，知？等过来唱歌。忙呀忙呀，等呀等。等到心爱准伊讲，无彩我等甲水当当，海风笑我是工人，海鸟笑我空等。没有。没有。总经理，即摆还咧叫我总经理，这是办公室，公还公，私还私。无怪吼，阮爸爸是遐尔欣赏你，你即种吼公私分明的态度，永远人吼拢会接甲伊。多谢你的学老。对啦，啥物代志？哦，对，即摆这新加坡的代志，来看下者。什么代志？总经理，东王甲贵人伫会客室咧等你。贵人，是因爸母是毋？毋是，听讲是大进步。大进步。大进步，敢毋是手表电台大进步？好啊，安尼我知影。有安尼啦，你吼请伊去我办公室遐坐咧，我马上到。哦，是。妹啊，要无咱斗阵过？无咯，我才搁注意代志要处理的，莫过去啦。安尼啊，也好啊，安尼我家己来去好。妹啊，煞袂记你甲我讲一件好消息咧。什么好消息？后个月开始你就升做经理啊！你看是要安庆祝？要安尼啦，以后好好考虑下，再甲我讲。嗯。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嫁翁也陪。啊，这么唱的。啊，多谢多谢。讲到你。哎，总啊，我，真好我去。是啊是啊，啊，歹势过来叫了你。哎，唔要安尼讲，来，我你介绍者，这位是总经理。哦，总经理啊，你好。你大进步啊。哦，大进步。是啊，特动的。你好。秀瑶啊小姐。你好。大进步，安尼吼，你甲这个总经理吼，啊，甲代志好啊讲者。啊，小玲甲小美吼，也搁伫上班会用咧等因老母。我转来上班，想到照顾迄两个囡仔。哦，对，迄两个囡仔就甲顾好势，啊，唔通后白走呢。袂啦，总经理，安尼我先来去。好，多谢。
大家请坐啊！啊，多谢。总经理啊，阮今仔来哦是要讲东莞的代志啊。好啦好啦，囡仔人掂掂啦。大金伯啊，无恁讲恁的代志啦，啊，我甲透洞出来行行，顺便伫外口等你。安尼吼，安尼嘛好，好当手玉啊，甲看好啦。啊，你唔通学白走，有听的无？进去进去。哦。哎，大金伯，请坐。啊，你也坐，你也坐。请用茶啊！啊，好，多谢多谢。大金伯，真正都捌听过大金伯这个名。大金伯实在吼，就有这热心帮助别人，今日会当讲甲你见面，我是足欢喜的。哎呦，无影像你咧讲的遐尼好啦，迄是大家唔甘嫌的你咧。有影啦，总经理啊，我今仔全工来吼，是为着东莞的代志啦。哦，东莞吼，伊种品质拢真好。嗯。只不过是即摆伊。嘿啦，啊，即摆这个囡仔伊大安尼啦，热心伫要帮助两个囡仔要找妈妈，啊，所以毋才想出这个办法，讲要送卫生纸。吼，我上较欣赏这个热心帮助人的人，你知影无？这个少年家啊，我足学老的，所以讲代志都已经做落去啊。啊，我毋知咧讲吼，打卫生纸这个钱吼，算算的看偌济，这条钱互我大金婆来出啦。大金婆，啊，你的心肝是足好的呢。即摆为着阮公司员工的问题，搁互你专工来阮公司遮替来讲情。阮公司吼，陈主任嘛是讲为着这两个囡仔，伊也讲这钱伊要来出的。先大家抢你做，我看大金婆，即摆就由我来做啊。哦，你有来要做哦？上次卫生纸，就算讲阮公司对这社会一寡回报安尼。安尼哦。做诶，这摆来用一下，当时我讲过呢，这条算我的啊。啊，怎变公司的？安尼讲好？当然，我身为公司的主管，无要紧，这一切代志我来处理就好啊。不然你做这个善事哦，是啊，我应该好好甲你鼓励。只不过是后摆做啥物代志，应该甲公司报备者，知影无？啊，我知影。总经理啊，哦，想袂到你那是热心肠的人咧，实在足甘心的。本来这条细条也是讲我吼大金婆在要出，啊，所以即摆我换恁公司要出，安尼就歹势咧。无要紧，无要紧。好啦，啊，既然你甲安尼讲吼，啊，我有哪无爱甲你三钱啊啦，啊，代志拢办好势啊吼，我也好来转啊，好，再见再见。无咯，大金婆啊，你会来啊，加一是煞嘛，哎。就算吼参观阮工厂啊，唔通啦！我来的目的是要替伊讲情的，对无？啊，怎么搁再安尼叫叫你吼？恁生理人时间就是钱啊，你哪好？唔通安尼讲啊，当然。啊，杨幂你去请厂长吼，带这大金婆啊，顺便参观者，知无？啊。啊，你歹势啦！爱情亲像一阵风，来无影去无踪。互我怨叹在心中，害我将油问来找真风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踪，是我戆，是我空，是我痴情又苦强。风是城市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红衫滚头马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家翁也陪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节目中要甲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，咱即届要来举行着大规模的歌唱比赛。有真侪听众朋友伫咧讲，小美小玲的歌唱甲非常的有感情，非常好听。希望小美小玲也会当来参加。我已经遵照着听众朋友的建议，要来安排小美小玲参加这场大规模的歌唱比赛。预定在9月15日彰化市富王卡拉 OK 要来举行。同时，也希望小美小玲的妈妈陈文英女士
你的两个查某囝真希望讲你会当到现场，来甲关心，来甲伊鼓励。就了电台咧讲，小玲甲小美要参加歌唱比赛。轰动！大金宝自播出以来，轰动了台湾头甲台湾尾，收视搁在破新的纪录。制作单位为了感谢观众朋友的热情爱护，所以要送大奖给大家。请问大金宝第40集的时阵，敢会倒转山顶来受刑呢？来陪请甲台北市敦化南路834巷6号3楼大金宝串江湖制作单位收就可以。大家赶紧将这个好消息向厝边头尾来倒小报一下，奖品丰富，物色良期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下礼拜一同一个时间，请莫袂记哩，继续甲阮收看大金宝串江湖。将油门来吹人风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动，是我戆。要见面就在梦中。